我叫鄧宇軒啦，係空手道嘅全職運動員。堅持唔好放棄係成功嘅方程式咯。對於我自己嚟講，就會 set 一啲唔同嘅小嘅目標啦，然之後慢慢就演變成大嘅目標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當日我要達成到啲咩嘅要求，直拳要做得比上一堂好嘅，咁慢慢追求一啲小嘅進步啦。上年啦，咁我好努力咁樣準備人生第一次嘅亞運會。當時試咗新嘅項目團體型嘅，但係好可惜發揮得未係完美啦，就同獎牌擦身而過。接住落嚟就係世界搏擊運動會，好短時間，咁我就要好快咁樣調整個心態。我自己嘅方法就係我享受比賽嘅一個感覺，唔好去追求好快獎牌，令到我攞到一個人生其中一個最好嘅成績啦。